在英国塞本河的入海口，因为月球甲日头引力的作用，加上在地特殊的地形，今年会发生250届以上海水悬价差的现象。这个月出现当地人所谓5000级的海水的大流，是啥未少出养的人去遐。 It was amazing, absolutely amazing. I've seen a 4-star before, but never a 5-star. So yeah, it's incredible. 伫英格兰西南部塞文河的出海口，12即天河的两边有真侪民众甲媒体，有人是来看，有人是要来翕这正罕见的57级塞文大雕。伫空拍画面会当看到真侪冲泳加驶独木舟的人，对着大型冲悬起嚟，看甲真清楚。 And I've seen bigger waves and smaller waves, but I've never had so many waves that if I don't catch that one, that's the end of the whole day. 塞文河通往英吉利海峡的出海口地形是喇叭形，也就是本来正宽，慢慢变做愈来愈弯。伫咧地球加太阳的引力作用之下，河水的周期性发生起起落落的海潮现象。 一年差不多有250遍到260遍。 As they travel up the river, they become shorter and higher, and then they eventually break and create these bores that people like to surf on. 海型冲入去较矮的河道时阵，时速差不多10英里到13英里，规模上大的悬度会当到2公尺，拢是发生伫咧春秋2季。大型按照强度甲规模分做5000等级。 因若今年这场上悬等级的5000大景，而且也是最近5年来第一遍出现。英国是伫1955年设计第一遍有人伫咧塞文河的出海口冲泳，从此了就愈来愈多。2006年有一个查甫人史蒂芬金，以7.6英里的距离，做塞文大雕上远的世界冲泳纪录。迄当阵伊总共用1.997分钟的时间。 同款这种海潮的情形也发生在南美洲亚马逊河的出海口、北美洲的科罗拉多河顶地。也那上有名的，同时影上悬的是中国杭州的渐冻港大雕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。